大家好，我係鍾意講賽馬嘅 ED。香港賽馬經過多年耕耘，2016年起升格為國際認可嘅第一級別賽馬地區，並且設有31場分級賽事，當中包括咗12場嘅國際一級賽，同時亦都將3場4歲系列賽由本地嘅一級賽轉為表列賽。到底香港打比大賽作為一項表列賽級別嘅賽事，點解可以吸引到超過6萬人喺沙田馬場見證打比民主嘅誕生呢？香港打比大賽喺1873年創辦，比起香港賽馬會成立仲要早11年。賽事嘅起源追溯返喺英國嘅葉森打比。1780年喺第12代嘅打比郡伯爵以擲銀嘅方式贏得一項只限3歲馬參賽嘅新賽事命名權，所以佢就用咗佢嘅封地打比作為賽事嘅名稱，而且沿用到而家嘅。早期嘅香港打比大賽係跟隨葉森打比為2400米嘅，喺跑馬地馬場舉行。1979年喺沙田馬場落成之後路程輾轉間已經改做1800米，而去到2000年，因應翻世界錦標巡迴賽嘅設立，為增加打比大賽馬匹冠軍嘅認受性，同埋配合翻香港杯同埋女王杯兩項嘅巡迴賽事，馬會就將打比大賽嘅路程增加到2000米嘅，並且沿用至今。早期打比大賽嘅參賽資格只係限當季嘅新馬，而去到後來，因為香港匯集咗南北半區嘅賽區，唔同地區嘅3歲馬成長嘅程度都唔一致嘅，加上運輸到香港嗰陣時係需要時間適應水土，馬會為確保賽事公平，所以喺1981年開始改為由4歲限定嘅賽事，並且沿用至今。1972年，香港賽馬喺職業化之後第一個馬季，當時嘅打比大賽嘅獎金係去到3萬蚊嘅，而當年嘅上車本都係大約3萬蚊到，估計就好似而家400萬到啦。直到2025年，總獎金已經提升到2600萬，係3冠大賽次關香港金杯嘅2倍獎金。而且近年香港嘅打比馬匹其實只要喺當季4歲馬當中大約攞到2班嘅評分，即係80分左右就可以參賽噶啦。參賽條件比起挑戰國際一級賽係更加容易達成嘅。如果馬匹好彩贏埋打比嘅話喺正常情況下匹賽區就已經可以收支平衡到噶啦。舉一個例子啦，羅曼勇士喺拍賣會嗰陣時480萬係投得嘅，而當年佢攞打比冠軍嗰陣時投馬獎金係大約1368萬左右，因此都吸引咗唔少嘅馬主去海外購入一啲有質素嘅3歲馬嚟準備征戰打比嘅。香港打比大賽過往都係馬王誕生嘅搖籃。喺1982年嘅足球就成為咗第一匹贏完打比之後當選該季嘅馬王。之後包括有同德、翠河、紅心威龍、威爾頓、明月千里、佳龍區等等嘅著名賽區，亦都有其他嘅賽區作為打比民主之後持續有好表現並且當選馬王嘅。喺當中最著名嘅例子就係爪王寧與金槍60同埋羅曼勇士嘅。至於今年香港馬王呼聲最高嗰3匹候選馬當中，遨遊氣泡同埋羅曼勇士都係曾經嘅打比民主，而佢哋喺贏出打比之後持續成長到馬王級別，並且以優秀嘅戰績嚟提升香港打比大賽冠軍嘅含金量。香港打比大賽以超過150年嘅濃厚歷史，見證住香港由一個小漁村發展到而家嘅國際大都會，記錄翻香港賽馬文化嘅演變。香港打比大賽同埋香港賽馬會都係香港歷史嘅一部分嚟嘅，承載翻幾代人嘅記憶同埋情感。並且每匹馬嘅一生只係可以贏到一次嘅打比嘅機會嘅。一匹擅長2000米嘅香港馬王，如果冇咗打比冠軍呢個榮譽，感覺上就會失色不少嘅。對於練馬師、馬主、騎師贏到打比，亦都係佢哋所追求嘅榮譽。當中2020嘅金槍60係包辦咗4歲系列賽，成為咗4歲3冠王，亦都造就咗香港賽馬史上首個全華班嘅組合，而贏出打比大賽同埋所有嘅4歲系列賽事。打比大賽唔單止係賽馬界嘅盛事，亦都係香港政府推薦嘅體育盛事之一，吸引咗嚟自世界各地嘅遊客同埋賽馬愛好者，促進翻旅遊、酒店、餐飲等等相關行業嘅經濟發展。香港打比大賽之所以成為香港最重要嘅賽事之一，唔單止因為佢歷史悠久，
獎金豐厚、馬王嘅搖籃之外，亦都係一場代表香港嘅賽事，促進旅遊嘅盛事之一。當中4歲功名一生一次嘅口號呢份榮耀呢，亦都吸引咗無數嘅賽馬業界為之奮鬥。由於賽事嘅特殊性，我認為馬會考慮到賽事無法接受海外賽區得到呢個殊榮，因此設立咗條件限制，並列為表列賽。最後，如果香港打比大賽成為國際1級賽，你哋覺得會唔會成為咗外隊嘅提款機呢？歡迎大家留言討論。如果鍾意呢條影片，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撳個讚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多謝各位支持，下次再見。